譚振國議員，多謝主席。我想跟進嘅呢係答覆編號 HB078，都係我本人嘅問題。咁啊，見到政府咧喺附件交代咧未來5年新界北嘅公營房屋嘅預測嘅建屋量呢，就單其實係公營房屋呢都有7萬個嘅單位啦。咁啊，其實代表住最少都有10多萬嘅居民會去遷入啦。咁啊，正如我喺個提問中都指出啦，政府要避免居民係佢哋已經入咗伙啦，但係交通基建、社區配套呢啲問題可能會追唔上。咁啊，見到呢，其實有關工作呢係由呢一個北都辦去統籌嘅，但係都想問一問局方呢，會點樣同北都辦係去分工合作？例如呢啲新落成嘅屋邨啊，房署同埋房協會唔會喺村入邊興建一啲商場，或者會唔會可以初步都交代一下喺整個呢個屋邨嘅設計上，會點樣加入一啲友善啊同埋共融等嘅配套，咁令到居民呢係可以住得更舒適。唔該，主席。局長。主席，多謝譚議員。北都我諗大家都知啊，即係未來嘅發展重鎮啊。當然我哋好興奮會迎來我哋嘅創科啊、大學城啊好多，所以周邊嗰個無論係出租公屋或者資助出售房屋嗰個建設呢，都係快馬加鞭。實在亦都有一啲呢已經係譬如喺古洞啊、粉嶺北啊呢啲呢，已經係一路呢好接近完成嘅階段添嘅。我哋而家做房屋嗰個規劃呢，真係喺源頭嗰度呢。即係由收地啊，或者呢啲更早嘅階段呢，已經係成個道路網絡個設計呢，就一併咁樣去諗去籌劃。我自己亦都有一個小組呢，就係同唔同嘅部門啦，我自己房署部門嘅同事呢，就喺一啲好早期嘅階段，即係喺收地嘅階段，就睇住個時間表，同埋睇住唔同工程嘅推進。事實上，道路嘅網絡呢，就唔好話完工啊。就算係我要起樓嘅時候，嗰條路都已經係好緊要。尤其是我哋而家話用組裝合成建築法，我哋嗰個運輸物流呢，真係成個項目能唔能夠如期完成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。所以我哋非常注意嗰個道路網絡嘅出現啦。咁其他嘅配套設施都係嘅，或者我哋設計屋邨嘅時候呢，大家知道我哋越嚟越看重呢個15分鐘生活圈嘅概念啊嚇，盡量呢係一應俱全。啲交通交匯處啊，我哋購物嘅地方啊，點樣去方便居民？咁呢個呢，都係我哋設計屋邨嘅一啲理念。咁跟住我哋之前嗰幾年有個幸福設計指引，咁呢個一定都會同樣放喺我哋未來新出現屋邨啦，無論係北都或者其他地方出現個屋邨，個指引呢，就係涵蓋跨代共融啦，老人家佢要居住得好啦嚇，小朋友啊或者一個家庭嘅組成嘅時候，點樣一個屋邨嘅生活，佢哋需要啲咩，令到佢哋可以增加佢哋嗰個幸福感，或者係一個更加健康同綠色嘅環境咧。咁呢啲都多謝議員嘅建議，我哋會繼續努力。多謝。